后来，即摆全世界拢咧抢新冠病毒的疫苗。疫情指挥中心本地讲，明年的第一季就会当向国外争取到疫苗，也毋过即摆佫改喙咯，讲都要延到明年的年中。国内的医师讲，台湾购买疫苗的价数相对较低，所买的剂量嘛无亲像其他的国家遐尼啊侪，所以恐惊无法度照咱的愿望顺利来买到疫苗。 甲时间比赛，甲病毒对抗，全世界赶紧咧拼新冠疫苗。台湾嘛进入第二期临床试验，疫苗临床试验意向的平台开放一礼拜，已经超过2万人参加，比进行估计11月底佫提早达到这个标准。如果台湾研究的起步有较慢，一定要买疫苗，变得115亿5千万，以每剂700块的价数要买1500万剂。不过国际上疫苗估计价数差不多是每剂20到45块美金，差不多是代表700到83块。我们目前买1500万剂是量不算太高，量不是很大的话呢，你的价钱就要在中到高标才比较可能买到。那如果你要建立族群防护网，你就要达到70%的人口，你要达到1600万人，你大概就要买3200万剂。专家建议讲，台湾买数量若少，当然都要用较悬的价数，才有可能甲国外厂商买到疫苗。好消息是，采用 mRNA 核酸疫苗技术，嘛会使用伫其他的疾病。如果你知道癌症有哪些特别的抗原，你只要对它产生抗体或者产生 T 细胞，就可以把癌症消灭掉。看起来 RNA 的疫苗的效果是不错。 那说不定将来即使要做癌症疫苗的时候，用这个技术来做，说不定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。正因为全世界拢咧等疫苗，就惊讲其他国家开出更较好的价数甲数量，影响到台湾会使争取到疫苗机会。只望讲指挥中心会使更较拍拼咧，多方面去制约分散风险。